课文45篇，以赛亚书40章。至圣个问：恁有甚物人亲像我？有甚物人通甲我比？恁举目看天，甚物人创造遮个星？是上主。伊调集万军，算因的少爷，伊一个一个点因的名，因为伊有大气力，有大权能，无一个无来。雅各啊，你是安怎怨叹讲？上主无看到我的困境。以色列啊，你是安怎埋怨讲？上主无关心我的诉愿。你敢毋知？上主是永远的上帝。你敢毋捌听见？伊是全地的创造主。伊袂野，嘛袂善，伊的智慧无法度了解。野善的人，伊互因有元气；软正的人，伊甲因加添气力。少年人都会野善，勇壮的人嘛会跋倒。毋过，倚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气力，因会亲像鹰鸟，体势飞悬，因行袂野，走袂跣。